异曲同工之妙。在本次大赛当中，我们有幸欣赏到了一首歌曲，它也承载着这样的意境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，一起来了解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。我是吴建宏，这首歌的创作其实它只有一个意境，它是表现在一个爱人离开之后，这个房间还一直留着他的味道，尤其是这样的画面，其实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。故是彼暝的暗顿，犹原看无你伫这，你来你去嘛有一阵，但是我的房间，犹原拢是你的香。你身躯的气味，有花蕊的清香，予阮温暖，予阮幸福。予咱甜蜜的记忆，你的人，你的心，为我听命命，伊是我的一蕊花，你的香，永远予我怀念念。今晚无你陪我醉，一杯酒无你绝有啉，你走了，什么拢无味，只有你留予。故事彼暝的暗顿，犹原看无你伫这，你来你去嘛有一阵，但是我的房间，犹原拢是你的香。你身躯的气味，有花蕊的清香，予阮温暖，予阮幸福，予咱甜蜜的记忆。你的人，你的心，为我听命命，你是我的一蕊花，你的香，永远予我怀念念。今晚无你陪我醉，一杯酒无你绝有啉，你走了，什么拢无味，只有你留予。